對於上班一族而言，公司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，唔單止貼心，更加可以惠及佢哋嘅家人甚至親友。港鐵近年為未婚全職員工提供1+1八達通計劃，等佢哋可以提名一位親友免費乘搭港鐵。即刻聽聽呢位港鐵員工嘅分享啊！由2024年開始，單身全職員工可申請1+1八達通卡。咁我提名咗媽咪作為一個母親節禮物。咁佢依家咧每日都可以免費搭港鐵返放工。將八達通可以幫媽咪慳返唔少交通費，感受到公司唔單止重視我嘅工作表現，仲關心我哋嘅家庭需要。呢種政策令我更加認同公司嘅文化，覺得自己喺度工作係有價值、有歸屬感嘅。公司每年都有身心健康假俾我哋，可以用嚟做任何有益身心嘅活動。今年就連埋 annual leave 去咗一個短途旅行，同屋企人一齊去放鬆下。屋企人知道我可以攞身心健康假去陪佢哋，都覺得好窩心。佢哋覺得呢種假期唔係淨係休息咁簡單，而係公司對員工身心健康嘅重視，令我哋一家都感受到公司嘅人情味。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為員工同埋佢哋家庭提供支援。港鐵唔單止為已婚員工提供家屬八達通，更加透過定期舉辦唔同嘅親子活動，例如陸運會等，員工嘅家人一齊參與，增進感情，一齊了解港鐵員工對於呢啲活動嘅睇法啊！我太太同仔仔知道可以用家屬八達通免費搭港鐵，真係好開心。尤其係我太太每日都要搭港鐵接送仔仔返學，好實用之餘啦，亦都感受到公司對於家庭嘅關懷。呢一種正面嘅感受，令我哋一家人更加支持我喺港鐵入邊工作。今年港鐵康樂會再度舉辦陸運會，我帶仔仔一齊參加親子接力賽。我發現咧，我個仔咧好認真去練習，我哋一齊去練跑，一齊做熱身。嗰種父子並肩作戰嘅感覺真係好特別。透過呢一次嘅活動，我更加了解佢，亦趁機教佢乜嘢叫做體育精神。我哋同時報名咗最佳服飾大賽，我哋一個扮熊貓，一個扮竹，真係一個好好嘅回憶。除咗接力賽啦，我仔仔之前都參加過康樂會嘅兒童籃球班。佢一開始當然係有少少怕醜嘅，咁但係慢慢就融入咗，仲識咗幾個新嘅朋友。見到佢越嚟越有自信，我哋都非常之開心。公司康樂會舉辦嘅都係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動，屋企人免費或者用一啲好相宜嘅價錢就已經可以享用呢啲設施。我屋企人對於康樂會舉辦嘅一啲活動同埋設施都讚不絕口。佢哋覺得，咦，港鐵唔單止照顧員工，仲照顧埋我哋屋企人。港鐵作為香港公共交通系統嘅骨幹，我哋背後有一個好強嘅信念，就係透過以人為本嘅政策，先照顧好我哋嘅同事同埋佢哋家庭嘅需要，咁樣同事就可以每一日安心返工，令到佢哋嘅工作團隊更加高效。港鐵喺香港有超過18000名員工，公司喺好早期已經開始引入唔同嘅家庭友善政策，包括我哋為同事提供婚假、產假、侍產假、進修假、恩恤假。公司透過同員工溝通嘅渠道啦，留意到員工對於工作與生活平衡係越嚟越重視嘅，所以我哋近年亦都推出咗更加多家庭友善嘅政策。例如公司設有員工子女獎學金計劃啦，唔單止為員工提供經濟嘅支援，更加體現公司對員工家庭教育嘅重視。當員工感受到公司關心佢同埋佢嘅屋企人，自然會更加願意留喺公司長遠發展。我哋希望每一位同事喺港鐵都能夠揾到歸屬感，無論喺工作上或者家庭上，都有公司做佢哋嘅堅強後盾。無論係乘車優惠，抑或係親子活動，都有助員工照顧家庭需要，讓僱員感受到公司對自己同家人嘅關懷同重視，有助提升員工嘅歸屬感。想知更多有關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嘅資訊，請即上家庭議會嘅網頁了解更多。